依家睇過105平方個三房嚟嘅，咁側面嗰度都會做到好大個空間嚟噶，都係採光面好充足嚟嘅。呢個戶型係105平方南北對流嚟嘅，呢啲都係交付標準嚟嘅，都係非常唔錯一個交付標準，全屋家私電俾到你嗰邊嚟嘅。咁呢度係個大橫廳嚟嘅，佢本來都係個三房嚟嘅，目前做咗一個2房嚟嘅，遠臨景觀係更加唔錯嚟嘅。咁105平方最大嘅亮點係乜嘢嘅情況呢？就係鴻蒙你華為個鴻蒙系統嚟嘅，咁佢嗰度都係小朋友個房嚟嘅，咁你入嚟睇下主人房啦。主人房比較大，係南北對流嚟嘅，咁可以睇下主人房個空間，咁都係非常充足嚟嘅。咁首期5萬起步就可以攞落嚟呢樣咁樣個房嚟啦，首期非常低嚟啊！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我啊，係湖心路口嗰個樓盤嚟嘅，咁又係開發商係中澳嚟噶，咁係首一個項目喺珠海嗰邊。